关于近比模型增加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虽然糖度有啲消息大家都动听，不过民众的防疫措施还是做唔得太大。现在为了疫情控制下，感染的风险还是要考试做好，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卡接社数外带最美，大部分还是希望民众多多来配合。屯门监区采配到武汉肺炎事件造成713名官兵隔离期都已经到位，也拜事件无再个表示大规模疫情，室外所有人采检都系阴性的，就做地解除隔离。国防部门针对也拜事件进行检讨，除再个同几人来批治理，未表示讲南北烟红去年的监区方都会准批核酸检测司机来做上监碰诊断经济。英国一项研究表示讲，用意大利武汉肺炎死亡人的资料库分析，发现大概死亡人已经采配到武汉肺炎多元消失的10名大家。关于感染科专家分析，验证武汉肺炎造成的头气道症头，或是会有较大的后遗症。也喺日本同南韩都喺黄金周连休假期期间，连带新年确诊人数都冇到13人的韩国，关于机场开始有1多人。然后日本喺出现呢7年2年的黄金周。首相安倍晋三为啲措施公布，向外帮助紧急事态新眼幕。西班牙对1年从业歧视原准坦言当年初期运通1点钟，总理总体司还宣布对措施歧视从台中运出公器停出来带最美。那法国喺今天劳工比紧急状态，帮助到7月24。